现金1万块，今仔日开始会当伫 ATM 领，社群软体会当查 ATM 的地点，也若家长爱传囡仔的健保卡号。中国要掠民进党立委辛碧荣赖清着讲，中国分化台美的关系，才是暂断咱的倒卡，呼吁韩国族唔通替侵略者找借口。嘉义高丽菜大出市场一箱20公斤，才卖80块，中华珍珠芭乐煞败收，产量剩2-3成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7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这天气的消息。气象署是提示讲，冷空气落南，所以这礼拜呢是有明显的感受啊。拜一过后，这东北季风就变强，而且愈换会愈寒。要若拜三拜四呢，就是上冷的时阵。北部地区甲宜兰这透早有可能是干啊15度至17度。要若食方面甲宜兰也会落大雨。拜六礼拜的好天已经结束，气象署提醒天气咧要变寒。拜一过后了后，东北季风开始增强，愈暗会愈寒。除了温度下降，这方面的大台北和宜兰部分所在可能会落大雨。也那中南部的天气也是以这份好天为主。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哦，所以在今明2天的话，在北台湾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到了礼拜3之后的话，整个水气上开始会有逐渐减少的一个趋势。温度的方面，气象署表示，这波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这个拜5，爱到拜6礼拜天气才会变好。受冷空气影响，全台湾这礼拜拢会降温，尤其拜3、拜4是温度下降上明显的2天。北部地区和宜兰透早只有15度左右。在礼拜3的清晨以及礼拜4清晨的时候，会是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一个时间点。我们预计像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低温上，大概是落在15到17度左右。然后在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在18、19度这样一个温度。哦，所以在这一个温度上，其实跟前面几天相比，其实是有比较明显转凉的一个状况。气象署提醒，这几天北部和宜兰的民众要出门，就要会记得早雨伞。各地头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早暗的温差较大，海边仔的风会较透，影嘛会较大。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来关心这嘉义县的农作物，即届风台呢是无受到影响，所以即马已经陆续咧采收啊。也毋过，亲像这高丽菜呢，产量是有较济，市场拍卖价这一箱20公斤才80块尔，成本是袂好的。所以六卡乡呢有农民是规气安尼开放民众来买，一粒高丽菜只要10块就好。民众伫田内底更加特别爱高丽菜，嘉义县的六卡乡有农民用高丽菜一粒10块的价销，开放民众家己来买，希望透过这款方式来补贴成本。算起来有诶无成本总无起就差5块至6块啊。安尼，哦。哎呀，你若破5块6块，我变拢无趁钱加母诶。安尼啊，我7块，我1块趁1块尔。啊，1公斤趁1块，不如开放我去多较贵去。因为现在菜价什么都涨了，对，所以就是蛮优惠的价格，可以让我们都可以吃到好的高丽菜。农民表示，较烧热的天气影响到高丽菜的生长，所以伊的高丽菜价销无讲介好，佮加上去年高丽菜好价，今年种的人佮较济，互伊的高丽菜平均一粒无到8块，所以才用10块的价销，互民众家己来买。等下食材丰，为咱遮来，遮这边拢袂种一啦。本来安排迄时阵要种的，拄拢袂种一啦。啊，所以拢会钱做伙，啊，佮甲山顶品质较好啊，啊，甲山顶的弄做伙。逐冬的10月到过年的4月是平地高丽菜的主要产季，伫菜市仔内底，高山的高丽菜算紧来卖，平地高丽菜就是算粒咧卖。卖菜档仔讲，即届风台对咱无造成影响，菜陆续收成了后，市价介绍就会比即马佫较俗。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这阵仔，这珍珠芭乐是当着时，也毋过价销呢煞真悬，亲像这台北第一果菜市场平均的挂价呢是90几块。也若中华社头的这个产地呢，是因为今年7、8月拄着这大水雨的灾情，所以产量是剩2-3成尔。就算价销好，这农民嘛无芭乐通卖。即阵应该是珍珠芭乐大出的时阵，但是果树顶悬的芭乐却也袂当采收。中华社头是台湾珍珠芭乐的产地之一，但是今年7、8月芭乐开花期拄着大水雨的灾情，产量剩2-3成尔。拄开花期吼，啊，搁即个落大雨，啊，着积水，啊，阮涂骹吼，搁迄个温迄个水，搁温超2个月，啊，着上着芭乐根，啊，芭乐根着生长开花拢有问题。
这2年因为风台大雨严重影响芭乐收成，过去台北第一、第二果菜市场金珠芭乐的平均交货量大约有70吨至90吨，今年干那剩30吨，产量减少嘛，致使市场的价销直直起，11月的平均价格阁把化到94块9。啊，伫拍卖市场1公斤差不多伫130、140左右。今年是因为真正损失伤济哦，所以芭乐的价销一直做歹。就是迄个水灾刷了后，吼，遐开的花。这批芭乐就包起来，有包起来，咱就慢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就会有芭乐。农民表示，即阵芭乐市场的价销悬，农民嘛无芭乐通卖。预估12月第2水的芭乐会开始出，时到产量会较稳定。但是整体芭乐价销可能要等到旧历过年前才会恢复稳定。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伫花莲这茂达岸的崩山湖呢，已经解除红色警戒，也毋过要是爱继续来监测。因为另外一个新的崩山湖，这有效水量是15万立方公尺。若阵这水拼落来，安尼水尾的水位呢，有可能是会加9公分这么悬。水利署是按算1礼拜来，甲临时的报花甲贴福管，就是为着要来预防灾情。透过空气监测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16世纪上新的储水量是33万立方公尺，虽然维持常态警戒，也毋过袂当疏忽的是，旧的一路口倒换，还阁有大约1亿立方公尺的土沙堆积伫坡面。未来万一发生大水雨，还是地动，可能会造成并不决动，搁一摆塌伫河道。它如果再下到那个极端的降雨情况，有可能也会形成新的淹塞湖，或者是有可能会直接就是土沙会往下移，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旧崩山湖暗藏风险，13新形成的崩山湖山监测的储水量是15万立方公尺，依照极端情形假设崩山湖山，那伫1点钟崩环会产生每秒80立方公尺的大水流量，可能会予水尾大满爆环河大断面，也都是明了清水位压悬9公分。水利署有计要伫1礼拜内将临时爆环提升到5公尺，除了官方单位动员防疫流，当地复原工作也继续来进行。今日在面的公园通往明利村的道路已经清出一条路，予当地区会当通行。也毋过暂时无开放一般民众通行，已经伫16抽通。为着鼓励大家在后积极复原，当地也挂上红布条啊，写着“明利村加油”。道路是差不多了，初步的审查它的程度之后，我们才可以整理那个受灾户的家园。并在后复原的也阁有枫林、长桥里，当地真侪居民的徛街，涂骹又沿弄怪怪的寸步难行，还靠国军斗相共将落瓜梅清出出外。有居民摕黑菇喷雾水，身体无爽快，又往爱设法整理工。担心家里面啦。煮饭的地方在这一带，在这一带好。走了，我差一点都昏倒了，因为本身就是自己也是家境很好的嘛。就看到这个情景。洪林领导表示，针对灾民所需要食的物件，公所会指引便当，收容所也会继续开设，让居民会当安置。居民只希望疫流事件唔通够发生，才袂让复原的工作去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这场运动界的歹代，这是职业篮球 SBL 伫咧准练的时阵发生拍假球案。士林地检署经办是来起诉15个人，今仔日一审宣判，其中这郭敏和是判7档，也那吴桂英是2档，假罪5年，另外班爸是5档2个月，今嘛专案要通上诉。这个案件呢是包括着球星吴桂英甲郭敏和等等10个球员，也那警方洪家宏呢是一直拢无到案，所以即马互检方甲通缉。这场假球案的郭敏和是互人判7档，这罪行是上介严重的。另外来关心的是，台南市的伫今年8月时阵有来设交通助理员，结果呢，这反应是有好嘛有歹。有议员是认为讲重点应该是爱补充这警察的能力，所以交通助理员有选呢应该就爱甲汰掉。目前这市政府是先暂停助理员开单的勤务，也毋过民间团体刷发起联署的行动，要来抢救交通的助理员。
穿感染色的衫咧，顺道台南街头巷尾的交通助理员，自今年8月上路开过清中罚单，有民众画下支持，冇反对声音，各界看法拢无同。落尾当市政府决议，先检讨相关的执行甲宽限分工，停止执行违规开单的工课。不过，这阵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协会发起抢救交通助理员的人数有上千人支持，因希望市府上无爱保留交通助理员，勤务内容后续会使调整。毕竟他们不是警察，对，那到底他们有没有受过这个充足的专业训练，其实是会比较让人家质疑的地方。交通助理员他其实也有帮助政府点出他们的一些交通设施的不良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并不是只有开单处罚的功能而已。台南的交通不会只有靠交通助理员就可以改善的。根据统计，今年8、9月份，台南市交通事故案件平均年加时间减1.9%，显示交通助理员上路了后有一定的效果。事实上，交通大队指出，目前交通助理员的勤务滚动式的检讨，包含路口交通维护、交通安全宣导等任务。虽然交通助理员加减减轻警员的负担，不过民代也是认为，补助正式的警察才是解决的办法。市长有压力，就交通助理员不开单了，但是问题这样也不对啊，不然你请这些交通助理员来干嘛？但是呢，往后还是要补强警力的部分。有类似这样的工作，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啦。明年度他因为没有经费的关系，就是没办法再延聘我们的话，我们也是要接受那个上级的指示啊。大多内面敢若讨论这阵无说交通助理员，交通大队指出，明年度交通助理员预算已经有变，18助理员编制嘛先保留，未来个调整勤务，因望伫咧维护交通甲民意之间，通找到平衡的解决方式。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移工团体呢，是有找专家学者来举办研讨会，来批评这台湾移工聘用的政策呢，其实对因是真无公平的。这也互中人是有通软空芳。因为人劳部是回应讲，会来改善这申诉的机制，提升移工劳动条件。所以，移工团体进前到劳动部外口抗议，要求政府废除中介政策，照法度予移工，以免搁再互绑架。为了延续这议题，移工团体16邀请专家学者举行研讨会，强调移工伫转换身份的过程，决定权是伫头家手的。若是要留来继续工作，不得不甲头家甲中介签下这个不合理的契约。Maka dari itu SBT berharap atau merekomendasi yang pertama yaitu rubah tata kelola perekrutan langsung, bukan diberikan kepada perusahaan basis atau bisnis agensi. Kami berharap kedepannya tidak ditangani lagi sama agensi tapi langsung ke direct hiring. Jadi memangkas。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分析，台湾已经引进移工30多年啊，也毋过相关的法令对移工是真无公平，像是以定期的契约限制移工做工会，要中介有机会能够再来收这个介绍费。用了你们12年、14年的台湾的雇主，他要负责你的养老吗？你们退休以后有没有负担？其实是完全没有的。我们要去延长，或者是我们要去取消这个工作年限，移工的身份，他是不是能够在台湾就能够有一个提升跟转换？对此，劳动部强调，政府推动移工留才救用方案以来，已经57000名移工转任中介的技术能力。移工若是做到不法，会使提出申诉。不过，移工团体强调，会伫12月初举办移工大游行，希望促成真正这个制度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玉山、雪霸甲德鲁古国家公园呢，真侪人拢会去遐爬山。即马要入去，大部分拢是免钱的。也毋过未来为着要来保护环境、改善遮的设施，有可能就爱来收钱啊。也来收费的方式呢，相关的措施是犹阁爱讨论。一大片的山林清新的空气，台湾高山的风景，吸引国内外登山客去挑战。其中，玉山、雪霸甲太鲁阁3大高山型国家公园，辖区内都有76座山，10几条行山路的路线，即马传出官方严禁收费。就有人是用这种生态保育费的概念在倡议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内部也有在讨论啦，讨论这个事情。但是这个都还没有很具体的这个
方案拿出来。目前爬山登山费用，林园前是免费申请，山屋是只有拜份3种，甲今年4月试用份的关谷山屋爱收费，其他定调是必然山屋性质无收费。也毋过今年8月，监察院发布的台湾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调查，是建议国家公园推动生态回归费，用伫环境保护甲设施改善。使用者付费，要维修嘛，要救援嘛。所以一些设施场所都需要费用。我觉得喜欢山的人不会因为一点费用而影响到他对山的喜爱，真的。比对其他国家公园，针对特定景点甲设施收费，像高兰皮公园、阳明树屋甲水鹿古道、三大高山型国家公园，是因为辖区内登山口真侪路线复杂，真歹查路收费。目前可能方向是咧申请进园证的时，当这手也毋过还未定论。其实应该要做出一个差异化，就是说，它针对这种观光的行为，就朝向高山观光的这种商业化的行为，其实它应该要收比较重。各界对林园费目前看法无同，专家分析，收费了后运用才是重点。那收费了后无做设施相关改善，民众更较可能产生不满。后续安怎收费、收费标准甲运用，拢需要更较严格讨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带大家先来关心的是，在菲律宾是来发生大规模反假钱的示威活动，有65万人是去到首都马尼拉来抗议，讲政府呢2800亿防洪工程呢，有的是做无好，有的甚至根本就无去，所以要求政府要彻底调查，追究责任。示威者举的牌仔顶头写着“甲百姓的钱还大，甲贪污的人关起来，就要成透明，才有真正的民主”。伫咧影响力正大的基督堂教会带头，示威民众伫咧首都马尼拉集合，丽莎公园现场来差不多60万人，另外包括退休奖励在内差不多2000人。伫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有另外一场反贪腐示威。mga namumuno, ninanakaw po nila yung kaban ng bayan。民众抗议是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伫8月公布政府内部防洪工程稽查报告了，发现这个全世界上容易受风台侵袭的国家之一。自从2002年开始，5450亿比索的防洪经费，差不多代表2837亿，其中几多清航工程品质拗过，资料无健全、无起好，甚至无看影。Lumalabas na lahat namang ebidensya, pero bakit? Ang tanong namin, bakit wala pa rin? Imbes na para na lang sa mahihirap yung pondo ng pamahalaan, napupunta pa sa mga政府工程师、公共工程的官员，还有工程公司的高层，伫参议院甲独立调查委员会听证内面宣誓作证，讲有一寡国会议员，还有公共工程及公路部的官员，受承包商的回扣，协助因摕到高额的工程合约，并且盗骗追究责任。大部分被指控的人拢否认相关指控。菲律宾才拄经历过2粒大风台侵袭，全国有超过250人死亡。民众的怨气愈来愈悬，总统小马可仕讲，会伫咧圣诞节进前对涉案的人采取行动。调查委员会锁定的人内面，包括甲总统关系正密切的政治人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这加沙走廊过去这个拜六礼拜呢，是来落今年寒人的第一场大雨，真侪营区拢淹水，这基本是乌沟啊，要甲水甲引出去。因为因所在的所在呢，无论是配单，也是讲衫裤，拢互浸甲澹漉漉，这无地去的百姓处境是愈来愈艰难。布棚浸伫咧水内底，雨水流入来时阵拢全土沙，外口也有一寡粪扫。即阵雨是自顶礼拜54开始落，无家可归的家庭经过即阵雨，布棚破，床褥、衫裤拢浸水。حلمات بشغل وميه تلزيق انا يعني بجبص في حالي بجبص عشان ما اتجهش ليا مسؤول اقول له هات لي وما بيجيبليش。有人因为布棚破去漏水，早起被轰炸过，随时可能倒来建筑物内面灭火。落雨了，规路拢全落雨梅，也全粪扫。因为战争，巴勒斯坦百姓的生活已经真艰苦啊，搁拄着冬天的强降雨，正需要新的布棚、衫裤、食的加水。حتى لواحي ولادي ما عندهمش لواحي مصاري معيش مصاري كمان بنت بتطلب شكل مني يا الله مش قادرة اوفر لها الشكل。加沙中部的周围打地，真侪布棚和大风吹倒，民众用手将布棚紧贴的补破坑，想要保护厝内人袂受到风寒。
伫汉阳泥水母西华补棚兄弟，有人想要学高化排水，不过也是无法度消透，因为补棚的布后个高，雨水一直渗入来。联合国表示，这个营区今年办比予42万5000位无家可归的人，不过援助也是无够。根据气象预报，这边雨落过了后，加沙走廊所落来1礼拜落雨的机会少，拢是好天。不过大家生活依然真艰苦，拢祈祷会当平安度过今年寒冷的冬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有决定将瑞士的关税对39%降到15%。有媒体是讲，这关键的除了瑞士是要来投资美国2000亿的美金以外，也会放零对美国鸦片的关税。近呢，这瑞士一寡企业头人呢是来送金条甲手表啊，有 Trump， 互可能嘛是有发挥作用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则是刊登标题是“金条外交和瑞士甲川普达成贸易协议”的报道，讲瑞士为着配合川普，在月初动员劳力士公司执行长杜福尔、精品业者立丰集团董事长鲁伯特。贵金小家金融集团 MKS 负责人夏卡契姐，均也为精品甲金融投资业的大头家，到北京拜会川普，向川普提起45加47两个数字，代表伊总统任期的金条，也有一组价值几万块的美金，收藏顶级的劳力士足证。这瑞士的贵客回国了无偌久。目睭进来，记者就伫个川普北京的办公室桌顶看到一款劳力士的足证，有时就问北京的官员，官员讲无唔对，迄就是瑞士送的礼物。That was a very serious threat. On the prosperity of Geneva and Switzerland. So today is a day not of celebration, but of humble and modest relief and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标题是“黄金卖力公示了后，美国同意甲对瑞士关税降到15%的报道，讲瑞士这个商业领袖敢若发挥上界重要作用。另外有一寡人早就进入川普权力框框内底，像是杜福尔。川普高价出现伫美国网球公开赛决赛，就坐伫个这劳力士这平顶的贵宾包厢内底。伊当时也问杜福尔，若是无对瑞士扣这个高关税，伊是毋是爱参加这样活动嘞？两国达成的新贸易架构协议，美国对瑞士产品扣的进口税对原本的39%大降到15%。瑞士是讲未来3年对美国直接投资2000亿美金，其中1/3的投资金额明年底就到位。另外，瑞士也同意取消一定配额内底对美国牛肉、加禽这进口肉片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讲，协议破除长期存在贸易障碍，为美国带来几若千个新的工作机会。公视新闻。欧慧文编译。来关心咱国内这普发现金1万块，今仔日开始会当伫 ATM 来领。根据统计，一直到早起11点呢，已经有超过38万人去领。想要知影讲倒位有普发现金的 ATM， 这民众嘛会当透过社群软体去查。另外，这家长若准备替约的13岁的囡仔来领，就要注意，干那健保卡呢是用囡仔的卡号尔，这家长本人的资料要是爱拍入去。普发现金1万块，今仔日头一天开放会当去提款机来领，去16间指定的金融机构，提款机顶悬只要有打普发现金的大纸就会使领，只要输入正确的资料，1万块的现金随就到手。之前就是可以在网络上面登记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忘记了，所以说就是改用 ATM， 这样是比较方便的。这个领的过程，大部分的民众拢讲真方便，袂伤复杂，时间只要1-2分钟。不过金管会提醒。伫提款机领的民众，若有出现4种情形，都可能会卡条咧，爱重新操作。包括使用非指定金融机构的提款机、身份证号码或者是金融卡对应的资料无同、口座已经受到监控或者是去用警示，或者是提款机本身故障也是无连线。从今天凌晨开始，我们也除了这个民众已经开始可以领取之外，我们的同仁也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全台湾的 ATM 也在做相关的测试。到目前为止的话，系统都非常的顺利。若无想要走去银行，民众嘛会使就近去超商来领。若是家己领，就用家己的提款卡暗号、身份证号码甲健保卡的卡号。若是替13岁以下的囡仔来领，除了用家己的提款卡甲暗号，身份证号码嘛是大人的，干那健保卡的卡号才是输入囡仔的卡号。就有家长来代领的时阵，输入的资料唔对去，地主该重新操作。输入自己的卡号，然后输入小朋友的身份证字号，再输入小朋友的健保号码，
这样子是领不到的。失败的时候当然是有点紧张啊，那我就想说，我就到时候去邮局24号去邮局领就好了。界面就是有直接可以有什么全民相挺，那个蛮清楚的，你就点进去，然后输入你资讯，其实就一下子就拿到钱了。全台湾拢总有28000多台提款机，会当互民众来领破发的1万块。金管会估计会有2成的民众会透过提款机的方式来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这立法院顶礼拜5是来通过财违法的修正案，也毋过行政院长倒用台视表示讲，这个版本是有问题，而且呢比顶届这公式错误要阁较大。在野党团是安尼成功通过，所以行政院是会全面赢战。但立法院却在上周五以提前的方式，匆匆忙忙的就通过了新再修订的财划法。而且这个内容将造成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会比过去公式计算错误的问题还大，将县政府的总预算无法编列。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均衡、更公平、城乡差距更缩短，而且全民国民共享的一个财划法，这个才是因应之道。但是对于立法院这样的动作，正如在野党团突然的这个动作，行政院会全面的迎战。这份立法院新通过的财违法呢，有部分条文是来规定，这中央对地方一般性的补助款，这预算呢，就要比进前一档要阁较少。也若地方计划型的补助款，伊补助的比率也袂当比英过10档的平均要阁较少。倒用台视表示讲，会找地方政府来参详，11月20日会讨论出行政院版本的财违法，通过了后，就会送国会来审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伊讲，这台湾若准有代志，对日本呢是会产生危机。这款言论和中日之间是真紧张。前总统马英九是讲，这高市早苗呢讲话伤过匆忙啊。也若咱赖清德今仔日是来呼吁讲，咱着爱尊重这日本国内的政治，中国的行为有影是冲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甲稳定，希望中国一定着爱想清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前表态，台湾有代志可能造成日本军方危机事态，引起中日关系紧张。中国会旅游外交甲军事领袖对日本施压。不过前总统马英九批评高市早苗错劲，总统赖清德就呼吁咱应该尊重日本国内政治，中方行为严重冲击印太和平稳定，希望中国爱三思。我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呼吁中国应该要克制。展现大国的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日本各界对于中国这样的挑衅，各界都非常的愤怒。对中国来讲，未必然会在国际关系上得到这个好处。台日协会会长苏家全认为，日本对中方的抗议恐吓已经惯势，未来台日合作会朝向全面正向发展。另外，中国最近讲，立法政策民进党提会沈碧雄和赖总统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合唱，赖总统也个发声，希望韩国瑜院长能够清楚了解，中国只要跨境镇压台澎金马2300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对中华民国主权的伤害。面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我们应该要一致对外，不应该替侵略者找借口。真正已经被通缉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军。那请问中华民国的国军现在被跨境镇压、被通缉，我们应不应该站出来？我相信大家的答案应该都是一样的。沈碧雄指出，除了是中方国营对咱国防部政战局新建大队甲驻通电军发布现象通知，强调部分政党都应该谴责中国想要延伸法律管辖权，导致罪名罪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马这时代无同啊，作战的环境呢嘛对咧改变。国军是规划明年一寡战斗基本教练的报告书会改版，互人好记好念，要来符合实战的需求。上面注意，抬头观察，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互 YouTuber 当作影片组队，看到一男伫新兵训练时期，必须爱学甲背大兵战斗基本教练报告书。也那只沿用几10年的大战口令，国军规划明年的大幅度来改版。单战的部分，这有口令吗？不好意思，我真的忘记了。走距离，
真的忘记了。我觉得超演背那些口令真的蛮复杂的。10几年前的东西都没改的话，如果现在可以国防部那边可以再换的话，感觉会更好。可以让记得更久一点，当然是有好处的。实际上，问这边国民众，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袂记复杂的单战内容。只有国军单战大体上分做攻击准备、炮击毒气、遭到警戒兵射击、遭到小部队射击、血清战斗、清扫战场这6篇章。最近也加入战伤救护。军事专家说明，单战是协助新兵理解状况、应对处理方式，经由这个考古甲一直操练形成记忆。不过，随之前环境改变，现代战时剑法更新，单战也必须对时代改变。其实美军有类似的这些准则，只是更为简洁不会像国军一样会把情境导入，所以变得比较难记忆。战场的新出现的一个样态，都会在融入这个战斗的基本口令之中。专家讲，国军近年来受美军影响，更加注重互通性、沟通性，希望改变了后的单战以短句也够清楚为主，嘛要互越南理解意义，避免一直死背。对此，陆军司令部讲，单战后续会以好记好念、节度知为主，以简单重要口令修订来符合作战实际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进前甲航药公司买的这飞弹的原料呢是来自中国，也毋过产地所改造是越南。即马哪位王宏伟佮讲呢，这航药公司负责人今年6月互人起诉，也毋过10月时，这间公司要是摕到空军680万的标案，所以这个国防部无落实管制。也那专家是认为讲，这中科院甲国防采购室之间这沟通的管道有可能是出现问题啊。IDF 战机挂载各自万检弹训练，为强发展着中科院挂工各种国产飞弹。不过，在2001年，航业公司提供作为飞弹所用的推进固态燃料过滤酸铵，说是中国来个涉嫌透过生产地制造越南制。公司负责人今年6月被起诉，不过国务总理会王宏伟指出，航业公司10月依然得标空军标函。竟然在今年的10月的国防部公告绝标。这家丰益公司竟然继续得标空军司令部的680万的标案，在任何的采购上被列为黑名单的厂商，那又透过采购能够来得标，那国防部应当会做出一个正面的说明。王宏伟批评去年军方承诺，中科院会提供乌名单落实招标管制，不过经过政府采购办干那114年，圣诞负责人用防疫、九鱼、英冠等3间公司的名义，承担国防部30件的标函，金额9100多万。至于国防部无落实招标管制，专家认为可能是中科院甲国防采购室的联络管道出问题。那我想还没有正式公告，应该还是在判决这个中间的问题，它毕竟还没有定线，是吧？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做实际上的处置。周武平推测，因为案件还未到判决的阶段，军方则无对厂商有进一步的处理。不过，也呼吁军方伫采购顶悬爱更加细致行刑。甲这个进前，国防部也无相关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暗暝的时阵呢，这高雄南仔溪土库1路甲2路是来发生一桩大车祸。这是一个73岁的男性，伊驶车违规去弄到头前一台奥多拜，而且呢，佮去弄到其他8台咧跆转但被倒弯的这个人。有9个人是送病院，落尾一个人死亡。即马专案是照过失致死，也佮有过失伤害罪加以移送。白色轿车落桥了，违规驾驶，弄到直行机车，查甫技师倒地了后，白车搁弄向头前的大转机，大转机内底技师未负反应，连续倒地，造成9人丧死。代志发生伫10日尾险啊，肇事驾驶是一个73岁查甫人，无照后赛车闯况，9个伤者内底上升被弄到的技师当场救无转来，甲17载起，也有1人留院观察。今日9时许。诚信肇事驾嫌疑人业余完成相关调查询问笔录，依过失致死及过失伤害移送外，令本分局同时报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相验。肇事驾驶是老大人，初步掌握已换过新照，驾照沿用到2007年。疑似因为破病长期食药啊，详细调查原因，警方表示要搁亲自调查。在事故现场，有民众认为机车大转机先过世，这个带转机太小。因为每次这边都会塞，然后塞到那一条路，就是导致说那边都是机车，然后要转进去的人没办法转。
对啊，车流量太大。高速它可以不停红灯直接过来，如果它为了慢一点，要骑红灯所以下来骑很快。附近居民讲，这路口伫中国路南重要交汇所在，常常有车祸，有人无想要等红灯路桥通过路口，速度较紧。根据警方统计，去年这路口无车祸时阵，或者是24点钟内，地区情况4亡1万车祸，不过有4件A2车祸。今年除了这个重大车祸以外，另外还有7件车祸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演唱会这市场是长热，也毋过呢，消费争议也愈来愈侪啊。有民众是投诉讲，伊开5000几块去买票，结果呢煞坐伫个边啊，连荧幕都看袂到。也若开2000块的是还阁较嗨，因为演唱会呢是敢若看到一粒头尔。所以消基会是呼吁文化部，就爱来检讨艺文表演票券的定型化的契约，来保障民众的权益。韩国女团2NE1今年2月来台湾开演唱会，买上14名手票，就是希望会当享受演唱会气氛。不过消基会最近接到几位的民众申诉，讲开几千去看演唱会，结果敢若看到一粒头，甚至有人规场拢互音响的喇叭挡掉咧，互民众感觉开钱是咧开心酸的。挡住的这个范围到底是多大？可能呢？不见得在你购买这个票券的时候，就有清楚的写明。那它可能是灯架，那有可能呢，这个是一个转播设备。韩团的主办单位是回应入场的时阵就有公告啊，那只是线无好，伫入场的10分钟之内反应，得当随调整座位，或者是讲退票。不过民众对这个答案真无满意，伊讲伊真无简单，才抢到票，哪有可能当场退票？大家可以知道，那个秒杀的这种票我是花了多少力气我才能够进来？你告诉我退票，好像表面上我权利没有受损，好像我花多少钱，然后你退给我多少钱？问题是我为了买这张票花的一些时间精力，怎么去补偿？消基会认为，会有这么侪争议，文化部爱负起责任，因为目前艺文表演票券的契约并无强制规定主办单位，若是视线互物件早着爱甲民众讲，才会造成民众入场的时阵感觉开钱开甲足唔值的。消基会呼吁爱检讨艺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约，来保障民众的权益。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这个南投县警察局旧的德山分局呢，经过地动甲天灾，今嘛已经变作是危楼。关机关是要求这县政府赶紧编预算甲跳掉，也那后手呢是来改做是临时的停车场。嘛有民众是建议讲，会当来去社区的活动中心，也是国民运动中心。壁顶的泰鲁围礁拢已经落去，南投德山町集山路3段旧的德山警察分局。对民国75年启用，经过9次地动，建筑结构受损。政府改起德山大地路起新的分局，去年4月底搬入去。即马旧的德山分局拍横伫遐，目前政府有求警戒线遥控铁网护栏。不过，遮个大山线边啊，出入的人车袂少，建筑外墙的态度不时会落，当地人烦恼有安全的疑虑。莫调好啦，修理就好啊。社区的什么活动，什么场所嘛会使啊。外观的态度拢会一直直啦，感觉安尼足危险的，对于行人啊是游客啦。阮德山町欠的是一个国民运动中心。旧德山分局边啊，就是市区的老街有银行邮局。南投县议员希望政府赶紧编预算，该拆掉去停车场，满足地方停车的需求。不过，不少在地民众是希望会当去社区活动中心、国民运动中心。会当先甲这安全问题先甲拆除，了后先做一个临时的停车场，过来咱长期的想法就是讲，是毋是会当甲伊做一个商场甲停车场？县政府及警察局正积极争取拆除经费，期盼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拆除工作。本分局会持续强化旧厅舍周边安全维护，在此呼吁民众避免进入管制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南投县政府表示，旧德山分局的拆除计划，去年捌报予中央，不过因为拆除的年限也未到，互人退回。县警察局强调，明年1月会先提报予县府，按算家己找经费拆除，也会参考民众对未来空间活化的建议。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
这运动教练不当对待学生的代志，不时都看会到，所以有立委是提案要来修法，今仔日来开公听会。有运动协会是指出讲，一撮教练呢，就算讲互人家吊销伊的执照，嘛是也会使来弄空棒去考别项运动的这个教练证。所以呼吁应该就爱修法，互规个查核机制会当愈来愈完整。运动教练不当对待学生的代志，亲像进前台视台抽血案，也有各地爆发生过的体罚、性暴力，也是霸凌等等，一寡状况不正多。有10个月立委就提案联署要修国民体育法，17日咧教本委员会召开公听会。人本教育基金会以去年在南英上港拿球对教练不当体罚做例，教练后来防以强制罪判刑。不过，伫咧教练查询系统所看袂到相关记录，而且像讲教练证若去互吊销，嘛是查袂到用过的记录。不过，这个人说要有可能伫第一线咧服务。他的那个强制罪有期徒刑5个月，而他也被公告了。但是我们在相关的查询系统，你不知道这个教练曾经违反过这些儿少权法以及强制罪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目前检核系统的问题。有运动相关法定协会指出，针对不适任的教练，就算讲教练证也未撤销，也是案件要在司法庭诉，嘛应当以符合公共利益的原则，先公布这教练资讯。协会嘛指出，一寡教练就算讲互吊销教练证，嘛也会使弄法律空棒去考别项运动的教练证，应当要对法律来管制禁止。不适任的，我们还要建立他的管制跟处罚的机制，比如说他管制多少年不可以再去考教练证照，或者是不可以再考其他不同类型的教练证照，这个我们应该法律上面明文要来去管理哈。针对要安怎处理无适任的教练，运动部回应讲，目前已经有针对修法的方向来处理，表示袂用阮教练对学生做出任何不适当的行为。为了建立安全的运动环境，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发函到明年要办理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全国大专运动会的主办单位或地方政府，要确实的根据上述的规定，去查核所有的工作人员。另外，运动部嘛表示，若是经过查核有不当对待的状况，除了依法处理，若无改善嘛，要求停止拨钱减少经费来处罚。记者卢尚珠、王志光台北报道。来关心这中华文雅体育场呢，是来发生分普年的鸡卵。伫咧11月初8有暂时来解除移动管制，也毋过这当中呢有甲封存的这卵品出货送去到台中的量中两行。中华管府讲这业主呢无摕到解除移动管制证明书等等的文件，所以会来检讨行政停事的疏失。17早起，有人骑乌托邦载规箱的鸡卵来鸡卵行要换卵，台中5侧量中鸡卵行，和食安组发现初十还阁伫咧卖文雅饲鸡场的鸡卵。消费者认为鸡卵行也是受害者，头家是讲要摕要换拢会使。礼拜六当天马上就赔啊！买完就看到新闻，他看是要退钱，要退两要换啊，两拢有，我拢一顿换啦。中华县政府公布文雅饲鸡场分布年事件时间线，初五确认有问题的鸡卵是来自文雅饲鸡场，初六采取移动管制，初七是个数复检并无验出分布年，初八依照动物营药品管理法规定解除管制。6日起台中鸡卵行的鸡卵是初到卖，因阁并无摕到解除移动管制证明书的文件，交予检调查，封存的25万粒鸡卵销毁，检讨行政停事是毋是有疏失。剧组需取得解除移动管制之证明文件才可上市，事主是否有违反移动管制相关规定？目前检调侦办厘清责任中。解除移动管制相关行政程序执行未完备及疏失部分，将依相关规定或法规检讨并惩处。台中市卫生局强调，量中鸡卵行甲文雅饲鸡场一个4万粒鸡卵，最早时间处伫咧起早时阵，家庭也有看到，经过立会7600粒。我们查到他有异常，是他违法。整个事情是龙中行跟文雅违法。卫生部讲，将会自这礼拜开始，一直到年底，扩大抽检市面上的鸡卵，主要是针对索源码、上尾流码编号 C， 用人啊饲的卵鸡生的卵，确保卵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甲外交部有来共同主办2025年台湾全球健康论坛，是邀请到13国24个卫生部长等等的官员来参加。咱卫福部长赵宗良伊是强调讲，这健保的改革呢是愈来愈要紧啊，所以会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无排除任何可能性。因若目前是无时程表的。
而即马进入超高龄社会，医疗需求增加，造成健保财务正严。卫福部长石壮良伫最近提出，将会针对鼓励、利息、租金等6项特定收入扣补偿保费，引起外界反弹，政策赶紧法庭。石壮良则指讲，健保改革正着急，无排除各种可能性，即马也无时程表。健保的财务的问题是这个迫在眉睫，所有的这个建议我们都会纳进来考虑啊。当然最重要的还要跨部会合作啦。卫福部统计，咱国内糖尿病的患者差不多280万人，也若全台湾10万岁有子的人内面，有要甲一半是糖尿病恶化所造成。健保每年用伫咧糖尿病抑个慢性腰子病相关的照护成本，就差不多有1000亿。健保署今年用智慧医疗 AI 大数据分析，调整慢性病的照护支付制度。举糖尿病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大概可以分成6级。那所以未来比较严重的病人，我们会在医学中心；那比较稳定的病人拿慢性处方签的，未来会转接到诊所去。那未来会以这样子来设计我们的支付制度。咱国的健保制度已经实施30年，为了要让健保永续，建构轮性的维护体系，卫福部甲外交部做伙主办2025台湾全球健康福祉论坛，17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幕。2天的活动邀请13个国家、24位卫生部长等官员参加，分享交流全世界公共卫生的经验，希望会当帮助建造咱国健伦永续的医疗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环保局甲环境部是来合作监测这车辆排烟的数据，结果所发现讲有133台车呢是有污染的记录，若准查到违法，安尼上济是罚到6万块。这个食柴油的车经过国道1号斗南地磅站，透过这台排烟监测系统，利用紫外线甲红外线光谱的原理，针对这个驶过的车，因烟筒管排出来气体来检测，再搁结合车牌辨识，掌握这个车排出来的气体敢有问题。取得柴油车5442辆，还有汽油车256辆的有效数据。初步分析，共有133辆的柴油车，还有1辆汽油车有污染之余，那后续环保局这边将会依程序办理通知道检。环保局表示，10月中头一届甲环境部合作，做连续56点钟车辆排烟的侦测。若查到有改装无认证的防治设备，或者是查到有各样拆掉了后，拢会以控污法罚1500块至6万块的罚款。另外，最近云林当咧挂万公稻仔，云林种稻仔的面积超过1万公顷，为了要维护空气品质，那乌白甲稻草放火烧的会加强处理。当卖，阮就卖啦，像隔壁迄个人要卖啊。哦。即摆拢要卖安尼哦。有人买。云林有农民讲，用过稻草因为无人爱，大部分稻仔若挂了，为了方便处理，拢会直接放火烧。毋过，这几年已经减少用烧的。云林县环保局表示，今年伫抗地仔国烧的已经采罚50件，总处分的金额有35万以上。呼吁农民毋通乌白放火烧稻草，较袂去用法。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届的昆新王平安盐祭，今年呢因为台南和风台是霜冻甲真热力，所以庙方是决定要来扩大举办，互民众祈求消灾解厄。民众偷偷排队排到热长，都是等要摕这平安盐袋啊，内底会当家己装盐。这是一年一度昆新王平安盐祭15进行请盐祭盐仪式，提供予民众消灾解厄。今年受到风台损害甲真热力，庙方这回特别扩大举办，用信仰、文化参艺术做结合，兼提供50万奖金博杯比赛，向各地游客来这斗老街。因为我们今天很早就来排队排这个平安眼，因为它有那个辟邪祈福的作用啦。然后我们也帮我们日照中心的长辈祈求一些平安眼回去保平安。丹那苏的风台造成咱台湾尤其是台南家己这部分损失非常的严重，各互天地知影希望讲咱天地咱保庇讲咱台湾未来的经济会较好百姓的事事无灾。大家当平平安安。除了平安盐祭，请法师加持祈福，庙埕嘛是闹热滚滚。北门区公所中昼时间办1000人祈福平安宴，每一出菜拢是用在地食材落去料理，有影真澎湃。平安宴背后的意义，主要是祈福感谢风灾后，各界帮助台南和中健康顺利完成。那全国市沙白鱼，台南占42%，今年农渔业嘛真严重。这回农会局嘛邀请在地农特产来摆档，希望嘛借由平安宴推广本地优质农渔产品。
三成的部分吼，咱这的渔民受了影响，平安的方式来推广咱虱目鱼季。当咱施工材料，这个受灾还是要会当恢复咱对沙板鱼的喜爱。感谢全国的民众，那另外也透过这个天人宴来行销我们大北门区的农特产品。比来炎热到达22档，今年伫假期2天举办，芬加兰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结合王爷信仰、参盐业文化，因希望通会使成功推广影响旅游，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过去这一档以来，英国非法入境甲申请难民庇护的人数是创新高，即马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对立的情形啊。所以内政大臣呢是宣布要来改革，未来若准要申请英国的永居权，安尼会对目前5档延长到20档。为了有效阻止非法移民继续冒险为因吉利海峡，在去年阵进入英国内政大臣马穆德在拉先伫接受专访的时宣布，英国17会正式改革庇护政策，保证伫英国难民庇护身份会当保留5年，未来会缩短做2年半，而且一旦难民的国家否认定不安全的顾虑，就爱放强迫回国。未来就算得到庇护难民，也爱等20年才会当申請伫英國永久居留，比目前5年大延長。is for 2.5 years and which is renewable every 2.5 years, and you're on a much longer path to permanent settlement in this country of 20 years. So that is changing the way that we look at refugee status, and it is designed to prevent some of those pull factors. 根据11月初10日上新民调显示，非法移民甲难民庇护已经甲经济共款，正做超过半数英国民众上关注的议题。英国极右派反移民的改革党目前也已经有27%的支持率，大大领先执政工党的18%。所以工党政府决定要学北欧的单倍实施严格庇护政策，取消2005年欧盟对政治庇护者的援助法律，包括取消大房甲逐礼拜收费的保证。同时也会启动 IA 人民辨识系统来判断入境者的年纪敢是未成年。身为巴基斯坦移民后代的内政大臣马穆德强调，非法移民的问题当然分裂英国社会，所以有必要提出改革，让民众信任政府的庇护系统。伊认为这是一项多责任务。英国、法国也达成遣返协议，更加冒险经过英格利海峡，偷渡进入英国的风险。We've had people who've been returned, and now somebody who's been returned twice, who now know that actually they're wasting their money getting on a boat in the Channel. It is, of course,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to make all of these changes. 马穆德也特别指出，透过合法进入英国移民，那对英国社会有贡献，也会缩短处理永久居留权的时间。安哥拉、纳米比亚甲刚果民主共和国，那继续无配合遣返工作，英国会对这3国填发签证。保证这3国大约有数千名非法移民伫英国境内。根据10月份的数字，到2025年6月过去一年，有超过11万人伫英国申请难民庇护，创历史新高。另外，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9万人非法进入英国，也是过去3年上侪。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这简单的食食也变作是一种流行。美国呢，近期当时行版野生菜色甲果子来食，甚至阁发展出专门做这款料理的餐厅。也毋过呢，专家是特别提醒民众，若买版来食，就要看好斟酌，确定这食材敢有毒性。满黄色的花放入纸袋内底，对马里特来讲，这个小金星，无论是路边常常看到的野花，也是好食物件。马里特是美国麻州欧拉巴餐酒馆的头家，也是采集概念的推广者。伊用丰富的自然知识，伫野外蔓野菇甲野菜，佮融入菜色内底。餐厅的名欧拉巴就是一种野菇的名。Into it now, I see a trend in foraging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finding wild ingredients for home use and in restaurants, and not just for food, but also for medicinal purposes. 伊表示，采集是上古老的找物件食方式之一。伫无农业的时代，人类祖先都是伫野外蔓野草来食。这几年，真侪人因为追求在地食材，或者是仰望亲近自然，就开始到野外蔓物件食。去餐厅的人客表示，这样的野生食材通常无被当作食物，啊，不过煞有尚未到的特别滋味。So the taste of the foraging foods was quite unique, just for the simple fact that there's an earthiness and a body to all of it, especially the mushrooms that came out with that nice lemon zest. 有专家认为，这种方式毋但是为了好食，更为即卖环境内底找回甲大自然连接。
The reason why I think it's still important today is for a couple of reasons. One is it really helps people connect with where they're living, with the land around them, and helps them connect with their environment and feel that they are part of the living world. And we are so deprived of connection with nature these days. It's 专家提醒，买物件时阵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安若无可能因为误食中毒。伫开始买以前，先问专家或者是查相关的图鉴，伫完全确定野生食物报道以前，唔通放入去嘴内。公司新闻由派准朋友。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1度到26度。 中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29度，咱外岛地区17度到24度。 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